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神，让我们在今早一起在线上读神的话语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。我们现在带着渴慕的心，进前来亲近你。愿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好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来得着，成为灵里自由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起来赞美神。我们用《赐我自由》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。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牧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要分享的经节是加拉太书5章16节到6章的6节。16节，我要强调的是，你们的言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不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。我们从第5章的一开始，其实保罗谈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自由。第5章第1节就有说，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保罗在这里他强调的自由主要是包含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脱离律法的辖制，就是不去犯罪的自由，然后第二就是顺服神的自由，就是我们要乐意行善的自由。在5章13节也提到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。那这两个自由当中，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人的本性是软弱的，人常常会自私的想要满足自己肉体情欲的欲望，这欲望就是人的本性。那在这边讲的情欲不只是性方面的问题，这边所说的情欲，严格来说就是非神心意的欲望，都属于情欲的范围。那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。我们也可以从罗马书8章16节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明白保罗他神学核心的教导。在这当中强调了基督徒必须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，靠着圣灵来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因为人靠自己，要靠自己来行律法来称义，或者是行律法来得胜，这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仍然坚信因信称义，而不是因行律法来称义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只有圣灵才能够解决人本性软弱的关键。人要过着得胜的生活，不是依靠自己的本能来努力，而是要完全的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所以保罗这边才强调，我们的言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不可一直想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。17节，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互相敌对，彼此对立，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。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，你们就不受法律的约束了。17节这边提到的是两股截然相反的生命力量，他们在争夺我们生命的主权，一个是本性欲望，另外一个是圣灵。本性的欲望，它会受到世俗社会价值观、物质主义的影响。人本性的欲望，它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来高举自己、荣耀自己。他只在意自己，他为了要满足自私的欲望，会将我们人生的焦点全部集中在我的需要跟我的感受上。而圣灵就不一样了，圣灵的引导是归向基督的，为的是要来荣耀基督，跟刚刚提到的人的本性欲望是要来荣耀自己，这完全是对立的，他们是水火不容的。约翰福音16章14节说，圣灵的首要使命是荣耀基督。圣灵从不引导我们去炫耀自己，或者是强调个人的恩赐，而是不断地将我们的目光从自我转向神。他的工作是要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。所以人的本性与圣灵是彼此相敌，它也产生了一种属灵制衡，或者是说牵制的效果，就是会让我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。圣灵会时常的提醒我们，拦阻我们。当人本性欲望的冲动爆发的时候，当我们又想要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，圣灵便会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了一道防线，他会用微小的声音
良心的不安，或者是清晰的真理，来提醒我们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好让我们不被轻易的辖制。这是因为圣灵的介入，我们才无法轻易的去顺从自己肉体的欲望。在这份拉扯，让我们在这冲动当下，仍有一丝清晰的机会来做正确的选择。这是神赐给信徒在征战中得胜恩典的机会。18节说，让圣灵引导，就不受律法的约束了。意思是说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就不用走回头路，回到过去靠着自己行律法来得胜，靠着行律法来得救。我们经常自以为只要自己行善、行正、做好事，靠自己的好行为来遵行律法，就可以称义，就可以得救。这完全就不是靠着圣灵因信称义的行为了。19节，人本性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表现在淫乱、秽行、邪荡、偶像崇拜、巫术、仇恨、争斗、记恨、恼怒、好争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、酗酒、狂欢宴乐和其他类似的事。我从前警告过你们，现在又警告你们，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这3节就好像是一张警戒的清单一样，它清楚地提醒我们哪些行为是人本性的欲望。要知道这些事都不是出于神心意的事。在这些项目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在现代的社会当中，属世价值观充满的生活环境里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些的恶事是显而易见的，也就是说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辨别出来的。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这15项的败坏行为或情绪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要谦卑的来寻求神帮助我们，尽早与他们断绝关系。因为在21节，保罗在列出这些行为之后，他用了最严厉的结论说，我从前警告过你们，现在又警告你们，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这个警告非常的直接，但并不是说犯了这些错误就永远没有机会，而是强调一个持续习惯性的活在这些本性欲望当中，不愿意悔改、不愿意改变的人，他的生命状态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的被圣灵来引导。这样的人是不能承接上帝的国度，是不能成为神国的子民的。22节，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博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信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事是没有任何法律会加以禁止的。我们要如何不被人本性欲望所辖制呢？在这边保罗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要来倚靠圣灵，因为这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，它能够抵挡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败坏行为。大部分的学者会将圣灵的果子分成3个部分：博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是属于我们对神的部分；忍耐、仁慈、良善，这是属于对人的部分；忠信、温柔、节制，最后这3项是属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们通常也都习惯用和合本来读这圣灵的果子，它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那在牧师的纪要真理讲义里面 A1 的课程当中会详细的来说明，那我在这边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。我们知道圣灵的原文它是单数的，所以圣灵的果子它只有1颗，但是它有9种的生命气息，或者说是它有9种的味道。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它是会自然长出来
这颗圣灵的果子，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散发出这样的馨香之气。它是没有律法加以禁止的。虽然神设立的律法，他的心意是要人透过这一些的规定跟教导，让人知道怎么去过生活，以至于能够结出美好的生命果子来。但是人却误用了神所设立的律法的心意，所以所结出来的果子都不够完全。所以就算是律法，也禁止不了圣灵要结出来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法用行为，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24节到26节，那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把他们本性上的一切邪情欲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既然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，我们就该让他引导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可骄傲，不可彼此激怒，互相嫉妒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一旦一个人借着信心归于耶稣基督，他救生命里的一切邪情私欲，就应该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，我们仍然要面对老我及本性的影响。当人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之后，虽然我们的肉体的引诱依然是存在的，但是我们不再有义务去听从它，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有责任，努力去顺从圣灵，不能再找理由再去顺从自己本性的欲望，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努力顺从圣灵，而不是努力去遵行律法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怎么样才是如何顺从圣灵呢？就是我们要时常来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服侍神。我们不能一直活在属世的价值观中，而是要进入属灵的信仰生活中。26节告诉我们，依靠自己行律法的结果，人会骄傲，会彼此激怒，会互相的嫉妒。这三种的负面行为，正是律法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产物。当一个人依靠自己的行为表现时，他所求的就不是上帝的荣耀，而是自己的虚名。他所行的善成了用来人前夸耀，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更属灵的工具。这种靠着自己努力来成就目的，必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恶性的竞争。因为自己做得好，就可能会骄傲；若别人做得好，那就会产生嫉妒。第6章第1节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偶然犯了过错，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就要用温和的方法纠正他。你们自己也要小心，免得也受引诱。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都会经历属灵的征战，要从顺从人的本性转向顺从圣灵的引导，这是一个不断学习、成长与挣扎的过程。这段经文当中，正是对此情境所发出的指引。当我们看见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追求顺从圣灵的过程当中，偶然犯了错误时，那些在属灵生命上已经有一定的根基、较多操练顺从圣灵的人，要背负起一个神圣的责任，就是用温和的心来纠正他们。这温和，它是一种结合谦卑与耐心的态度，目的不是在定罪，而是在帮助对方重新站立，回到上帝恩典中，让他们能够在真理中持续的成长。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，这是一个极为实际的提醒。当我们靠近一个肉体软弱而跌倒的人，我们自身的肉体也有可能被激发，面对被影响和诱惑的风险。如果挽回者
没有时刻的警醒，没有其持续依靠圣灵，很有可能在帮助的过程当中，自己也陷入同样的过犯。第2节到第3节，要彼此分担重担，这样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。一无所有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，只是欺骗自己罢了。在教会当中，一定有刚强的，也一定有软弱的。每个人能够承担的重担也都不一样。兄姐之间要彼此分担那些难以承受的重担，不管是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，甚至心理层面的重担，我们是否愿意彼此来承担？又或者在教会许多的事工当中，我们是否愿意一起同工？透过这样彼此分担的行动，就是在成全基督的命令。基督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。当我们主动去分担他人的这些重担的时候，就是在实践了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最高要求。这表明了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单顾自己，而是在爱中彼此扶持。对于那些自私、骄傲、单顾自己的人来说，他们看不起别人，也不愿意协助有需要的肢体。在神的眼光当中，他们是一无所有的，他们在灵命上也是空虚的，是缺乏的。或许他们也付出了很多，也做了很多，但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或者为了满足属世的价值。他们没有用上帝的眼光，却自以为了不起。这样的人就是在欺骗自己罢了。第4节到第6节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审查自己的行为，如果有好行为，他可以引以为荣，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相较量。每一个人应该肩负自己的担子。那在基督正道上受教导的人，应该和教导他的老师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，要常常来检讨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是顺从圣灵的引导。这是一个内向的自我检视，而不是外向的与他人比较。这里的审查带有试验和检验的含义。我们本身要有责任来依靠圣灵，来致使我们本性的欲望，不要一直让人的本性欲望来控制我们的生命。透过自我审查，如果我们发现了有什么好行为，或者是有结出好的果子，那么他就可以因此感到引以为荣。在和本的翻译当中是说，所夸的专在自己。夸耀的基础是自己与基督的关系，以及自己内心的喜悦与对神的感谢。他不需要与人比较、竞争，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，而且很容易滋生骄傲与嫉妒。这项个人自我审查的操练及心态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肩负的担子。在教会群体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该负的责任，该扛的担子。这里的担子与第2节的重担是不同的。这个担子指的是个人生命中应尽的责任、义务，或者说是本分。而第2节所说的重担，则是较重的负担，或者说是超过一个人所能够承担的压力。所以在教会许多的事工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协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工，或者协助那些较繁杂较大的事工呢？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承担起自己那一小部分的担子呢？像1月2号教会举办60周年感恩礼拜以及运动园游会，这么大的事工，若不是全教会一起动员，每一个人也都承担自己那一小部分，我们怎么能够完成这么大这么美好的事工呢？第6节经文的教导是一种互惠的关系，它强调的是供应与分享的义务。
简单说，就是领受教导的我们，应该要与教导我们属灵真理的老师，或者说是牧师，来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。这东西不仅是属灵的交流，更是在实际层面上，应该要让受教者在物质上慷慨地给予，支持教导我们的人，使他们能够专心的服侍，无后顾之忧。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，我们都来学习成为自由的基督徒，不被人的本性所辖制，要知道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赐下力量，让我们每天靠着圣灵行事，不顺从肉体的情欲，好让我们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赐给我们爱心去分担他人的重担，并有责任来承担自己的本分，帮助我们诚实地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不自欺，不骄傲，单单为你所赐的恩典而感恩。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完全的基督爱的命令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